这几年为了要达成净零转型的目标，环境部推出真侪政策来减少使用塑胶。唔那是饭店市啊、饮料店拢大减少塑胶的使用量。即个搁再推出着这食饭桌顶的净零转型。目前全台湾有400多间连锁店参与响应，未来伫店内面食物件呢，都袂搁再提供用一届就平掉换地。 把手机袋装落去塑胶袋仔内面，饮料杯啊、塑胶袋啊、水果杯啊，拢会变做塑胶粪扫。尤其是小食蛋、烧汤，直接装落去塑胶袋仔，这就是台湾人使用塑胶的日常。足侪人拢用塑胶粒啊，其实塑胶粒啊内底这烧的物件，对咱身体食落嘛无好，吼，啊嘛搁造成咱环境的污染。希望大家拢会使自带环保餐具。有民众建议，若是要互减塑胶的政策更较有效果，未来看敢会当由政府来强制要求，卫生纸、塑胶碗拢要用钱来买，亲像即卖塑胶盒啊共款。 像我是台北大学的学生嘛，我们的餐厅的餐具就要收钱啊。其实有的消费者在付费之后，他就会比较愿意自备餐具。嘿，对，就是以台湾来讲，付费的效果是很好的。为着要减少塑胶，环境部即马也推出食饭桌顶的净零转型的活动，响应的餐厅必须要落实5项的条件，分别是做好罐头的减量，无搁提供一届性的碗池，并且至少使用3项台湾的食材等等。目前全台拢总有437间的连锁餐厅响应。当然，我们就是要减塑，就是避免使用一次性的用品。我们也希望餐厅可以建立他们绿色经营的模式，他们要有办法去有一些相关的节能跟省水的设施。一方面呢，可以环境友善；另外一方面，也可以帮自己省荷包。环境部也讲，目前参加的拢是大间的连锁业者，更加希望的是未来夜市啊、小食摊也会当做伙来响应，斗阵行向2050年净零转型的目标。记者戴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